存亡之恨，生死相依。按照盟约，秦国一旦攻打楚国，其为两国，便派金兵自用。韩国作为团秦两党，曹军诺都洪赵，燕军骨髓苍生，六国同进同退，后退强敌不红。苏秦，六国之中，尚有人背死企业反攻盟约，欲将是何是好啊？六国盟约是为天堂，一国背叛，无国可逃。背叛盟约者，必遭天谴，裁决难逃。苏秦啊，国烈黑白不允，军烈强杀不同，六国谁人可胜？盟主啊！国相强于下作，兵上生于结盟。他的当年统帅精兵，六国君王三军四民。